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伫西非的一个国家几内亚是爆发重大人打人的意外。伫当地有一场卡球赛是伫咧因的第二大城温德瑞科内咧举行，因为有球迷认为讲这评审判决有争议，所以就引起冲突，结果发生严重意外。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至少有56个人死亡。不过因为这资讯是受到军政府的控制，所以这死亡的人数可能唔那安尼尔。 真侪人爬起哩体育馆的场位啊，想要走离现场。西非国家几内亚出现一场卡球赛，因为裁判争议性的判决，引起两边的球迷发生冲突，进一步引发严重的吞打意外。安全部队下催泪假使，真侪人想要走离现场，所伫咧大门口，互人屠杀吞打死亡。 这场卡球赛伫咧几内亚第二大城恩泽雷克雷举行，目的是要对军政府领导人顿波亚致敬。美联社讲，至少有56个人死亡，因为之前是军政府控管，所以人数可能唔难呢。 Traditionnellement, le sport est une occasion de promouvoir l'unité nationale et la cohésion sociale. Cependant, les manifestations de mécontentement vis-à-vis des décisions arbitrales ont entraîné des jets de pierre de la part des supporters, provoquant des bousculades mortelles. Les services hospitaliers font état d'un bilan provisoire de 56 morts et plusieurs blessés. 军政府领导人顿波亚2021年9月发动政变夺权，家己做总统。伫最近这礼拜，这场比赛伫咧几内亚正式举行。因为顿波亚即马考虑要参加总统大选，调做政治联名的可能性。顿波亚也伫国家电视台宣布，全国为这件代志哀悼3天。公司新闻张伟林、吴继昌编辑。